彰化有一个姓市的民众，因为无钱通开，就走去已经收起来餐厅，想要偷家电线摕去卖，正戆打去家着高压电，人无安怎。不过附近200户拢失电，警方依照窃盗未遂、毁损甲侵入主体，甲伊送办。药房内阁点过蜡烛，彰化市中正路第19个暗头发生停电事故，计共有202户徛家甲店头失电，阁有面单生理做到一半熊熊失电，人客拢走了了。你们那时候在营业吗？在营业啊。那怎么办？没办法啊，那客人都走了，又没有电，冷气也没办法吹啊。啊，你那有损失不？还好啦，但是要点蜡烛啊，你看蜡烛要去更底下咧。熊熊失电，民众拢三无涨，成点蜡烛应付人客。经过调查，竟然是因为民众欠钱开，入去停业的餐厅，想要偷加电缆线变卖，结果去加到高压电缆线，这位贼头好运无着伤，尾啊嘛家己自首。本所接获通报以后，通知台电人员到场抢修，并于当天晚上7点半完成复电。针对犯嫌的部分全案依照窃盗未遂、侵入住宅、毁损移送侦办。如果碰触到我们的裸露的开关设备的话，它的供电的电压是11.4 kV， 都会形成感电，感电可能会造成它会有心脏停止，甚至会有电火灼伤等情形啦。台电表示，高压电缆线危险性真悬，民众若是发现电线落去，请通报台电，千万唔通家己动手搬线，若无可能会发生意外。记者杨淑静彰化报道。